大家好，歡迎你進入呢個智慧生活頻道。有一次，我同親友喺一個商場嗰度逛街，我嘅親友話呢個商場真係好，又大人又少，我哋行得都唔知幾舒服。我就話啦，我哋就舒服得過啦，商戶就望人流多，如果唔係就等執笠。當時不其然，我就想起以下呢一句古老話：昨天難作四月天，蠶要溫和，麥要寒，採桑涼子望陰天。呢一句諺語道出咗萬物生長需求各異。你睇，同樣嘅一片天，同一陣風，同一場雨，對唔同嘅人卻有截然相反嘅意義。邊個都冇錯，只不過係各自站喺自己嗰一片田野。呢個咪就係我哋嘅人生咯，矛盾無處不在。其實呢啲嘅需求衝突，又點止發生只係喺4月嘅田野呢？英國有句諺語 ：One man's meat is another man's poison。蘇軾喺《題西林壁》中寫道：環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你諗下，家庭中嘅衝突、職場上嘅拉扯，以至社會裏邊嘅爭議，往往只係各自只顧及自己嘅此山中。而家我哋又嚟睇下現代版嘅蠶與麥。喺職場上，老闆要求業績，員工就要 work-life balance。專案經理就好似嗰個昨天嘅人，夾喺中間，力求平衡。又睇下社會，環保團體要守護自然，望陰天，別開發。經濟發展需要建設用地，發展商、政府望晴天，快動工。一個城市嘅治理更加係天公難作。再嚟睇下我哋嘅家庭，了解一下家庭裏邊嘅天公難作。我就舉一個我聽過嘅例子，就係客廳裏的兩盞燈。青春期嘅兒子放咗學之後，想閂埋房門，放大音響聽音樂、打機，享受屬於自己嘅世界。而忙碌咗一日嘅父親下班之後疲憊不堪，佢既想喺客廳飲茶睇電視，又想親近下個孩子。孩子就覺得被監視，父親就覺得被隔絕。一個要閂門，一個要開門，邊個錯呢？冇人錯。媽媽作為橋樑，話俾爸爸聽：阿仔唔係討厭你，佢只係想有自己嘅一個空間。媽媽亦都話俾孩子聽：爸爸唔係要管你啊，佢只係想睇下你，親近下你。於是佢哋就達成一個兩盞燈嘅協議。晚飯之後嘅半小時係全家相聚嘅客廳時間。之後兒子就返房享受獨處嘅時光，但房門唔好關死，讓客廳嘅燈光可以透進去一點點。嗰盞為彼此留嘅燈，就係喺4月天嘅矛盾中學習嘅平衡，學會嘅諒解。我用呢個例子係想表達，家庭裏邊冇一個係老天爺，能夠俾一個完美嘅天氣，讓大家都滿意。真正美好嘅4月天係看見並且尊重彼此嘅四季。慢慢我哋就會開始明白，父親嘅沉默就好似冬天喺度積儲力量，母親嘅囉嗦就好似春風，係關懷嘅吹送。孩子嘅叛逆就好似夏日嘅雷陣雨，係喺度探索世界嘅邊界。最好嘅協調唔係追求永遠嘅萬里無雲，而係喺風雨陰晴嘅變化之中，我哋始終喺同一屋檐下。有時你需要為佢擋太陽，
有時佢又需要為你遮遮風。當我哋懂得無論家庭、城市、國家唔會冇風雨，而係風雨嚟嘅時候，我哋願意喺同一片土地上聽雨聲、擋暴雨，嗰一刻我哋就係彼此最好嘅天氣。講返我哋自己生活中嘅方方面面，我哋又該如何做到諒解？點樣揾到平衡呢？首先係要看見彼此頭頂嘅嗰片天，唔好去指責嫌棄嗰個寒或者溫，而係去了解嗰份需求背後係點樣嘅生計同埋盼望。第二步就係接受天公嘅有限性，就好似老天爺係冇辦法同時滿足所有人。接受呢種有限，就係願意協調嘅開始。第三步係喺動態中尋找暫時嘅晴天。4月天唔係永遠唔變嘅，今日多雲轉陰，採桑涼開心。聽日北風南下，又輪到蜜龍笑啦。現實中嘅平衡係一個不斷協商、不斷調整嘅過程。因為佢唔係一個終點。劉禹錫喺《浪淘沙》中寫道：前途萬綠雖辛苦，吹盡狂沙始到金。嗰啲日復一日嘅溝通、退讓、磨合，嗰啲被誤解嘅眼淚、被拒絕嘅善意、被妥協嘅渴望，都會喺桃與綠嘅過程一點一點吹走咗固執，吹走咗只有我先至係啱嘅，你哋要先顧及我嘅需求，嗰一層嘅狂沙留返落嚟係乜嘢呢？係你終於會看懂父親沉默背後嘅關懷守護，係伴侶喺爭吵之後仍然為你留下嘅嗰盞燈，係明白社會國家要照顧養活龐大人口嘅不容易，個個人願意作出嘅配合，同埋為咗整體利益可以犧牲嘅一點點，嗰啲就係狂沙吹盡後嘅金子，就係呢啲金子，就係能夠讓家庭、社會繼續前行嘅金子。4月天好難，天公好難做，但係正因為難，我哋先至喺每一次嘅磨合中更靠近彼此。最後我想講，呢個世界從來唔會只為一個人運轉，你嘅晴天可能係別人嘅雨天。我哋唔係要老天爺俾一個完美嘅天氣，而係我哋自己成為咗彼此嘅晴天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請按讚、轉傳、訂閱及按小鈴鐺，多謝你哋嘅收聽，下一輯再見。